壬寅年白沙屯宫天宫甲山边妈祖宫天上圣庙往北港进香时间要到咯。趁前几日还阁好天的时，假日透早赶紧起床训练行路。沿路哪行哪捡粪扫，顺续爱护环境。还阁有整理一寡为妈祖进香学习到的代志，分享予大家参考甲指导。今年出发时，干那用2工半加的时间，为白沙屯宫天宫行到北港朝天宫，是估计有150公里的急行军。这个强度对一般甚至有咧运动的人拢是挑战，所以请大家伫出发之前爱训练体力，加寡休困，营养嘛爱补充有够。进香前以虔诚信念食3工的素食。进口进心嘛进心，出发了后就会使食肉。另外嘛整理步练进香爱扎的装备甲物件，予大家参考。有进香架帽仔、手布条仔、环保碗箸、杯仔、号码、签托仔、面巾、手电仔、充电椅仔、塑胶落仔、钱、健保卡、私人用品、医疗用品、喙罨、酒精、衫裤外套等等。请大家爱会记咧传呼交调哦。接落来是进香时爱注意的事项。开始做防疫，疫情关系，请专程挂喙罨、接洗手、喷酒精，保持防疫距离。食物件时爱注意周围，小伤尽量家己处理。若是有肺炎症头，请离开队伍，而请赶紧照防疫指引来防范。安全放第一，马路袂输敢若好喙，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，细致行，莫制造麻烦。忝就爱休困，身体无爽快，紧找医疗团队。行袂振动就上车，避免身体拍歹颠倒，造成别人的负担。适当正气感。若是有人做无妥当的代志，请好咧甲提醒，千万毋通刺牙牙，莫做正义魔人。随手做环保，粪扫莫落地，妈祖好主地。嘛请大家尽量早环保碗箸、杯仔，减少塑胶碗箸甲粪扫的产生。爱尊重神明。妈祖的桥经过前后，莫徛伫面顶的位置，唱着桥见着，嘛莫凊彩望神明桥。入庙时，帽仔请摕落来，进香旗爱好好啊保护，袂使摕入去便所等等。过来是心的部分，妈祖的囡仔，每一个香灯卡拢代表妈祖婆。千万莫做写妈祖婆面子的代志，祝福莫浪费，珍惜每一个珍贵的物资甲缘分，有需要的物件才摕，好好啊使用，莫浪费，付出较有福。沿路上会有人分送纪念品，免强求，免小抢，是你的就会是你的。若是愿意将家己收到的纪念品，搁送予其他的信众。若付出比得到搁较有福气，福气嘛会当分送予搁较侪人哦。无私甲强好，遵守进香一切规定、规矩礼貌，无私强好，互相帮助相挺，因为咱拢是妈祖的囡仔，同齐往共同的目标。上尾是灵的部分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以五感体会妈祖婆甲信众的所有互动甲感动。像妈祖婆甲囡仔耍做伙，替长辈患者祈福，队伍当中人的互动等等。虽然进香路线甲主驾地点拢是未知，但是毋免烦恼遮济。只要享受现主时的所有感受就会使，甲家己相处。行路的过程当中有真侪时间甲家己讲话，会当趁即阵省思自己的过去甲未来，物欲来减少，体检可行性的生活，
过程中物质生活感觉上佳，来学习断舍离甲极简的概念，知足甲惜福。过程中的艰辛，互家己更加珍惜所有一切。心灵富足其实比物质满足搁较重要。以上是我即几冬进香时伫妈祖庙边仔学习到的事项。过程想起来拢是满满的感动，剩的就要家己亲自来体会。大家敢搁伫沿路看到，也是感受到什么款的代志，拢欢迎伫下骹留言哦。拄啊好，我骑铁马转来啊。今仔日的体力训练就到这，即几工好好啊休困，咱5月20再相会。